幾十年，佢真係對呢個家咧好盡責。佢揾10蚊，佢可以俾8蚊你，佢自己只係攞翻2蚊係使用啫。咁佢真係好顧家。我將永遠愛你，珍惜你，直到地老天長。望呢度得啦。係啊，望住嗰度。45周年。我哋結咗婚足足45個年頭，1980年喺廣州結婚嘅。我哋當時結婚都算好隆重㗎，大概都有10圍以上擺酒，喺廣州嘅泮溪酒家擺酒。當時都有着翻係我先生喺香港買翻嚟嘅，所謂可能係婚紗啊，都叫做係紅色一套咧，啲 lace 嘅，擺酒嗰時換咯。起碼4套以上嘅換衫。我今日要嫁人啦！你聽唔聽到啊？聽唔到。中國啦，大開放啦，咁佢就探親。我阿媽咧又帶住我哋去，又大家同埋嗰個遠房親戚去拜年。咁啊，知老人家見到，呢度又有一個男嘅未結婚，嗰度有一個女嘅未嫁，咁啊即刻撮合。將佢自己身上所喺香港帶翻嚟嘅物資啊，包括錢財，都全部放低晒係俾我屋企人，俾我老豆老母啦。講到最真就佢即係好難得咯。咁我覺得佢呢點應該好顧家。高大都起碼咁高，我咁矮都合眼緣嘅。40幾年前啊，喺香港翻嚟啊，見我第一眼啊，見到我嗰時個樣係點㗎？係點啊？你自己講啦。都靚啊，中意啊！嗰時去邊度拍拖啊？我哋廣州嘛，79年啊。喺度長堤度行，都幾寫意，幾浪漫嘅。你以前係點樣嚟香港㗎？嗰陣時喺度逃亡啊！幾多歲嚟？點樣嚟？22歲啊，偷渡啊！點樣偷啊？過河咁啦，你就偷啊！游水行山，我聽你講嘅，第一次成功嘅，初時俾邊防捉過嘅，開槍捉過翻去拘留所，放翻之後又跟住即刻嚟。相處之道，覺得忍讓啦。初你知啦，我一去到香港，因為冇自己個空間，冇自己個樓啊，好唔慣㗎，成日好唔開心。因為佢好勤力揾錢，好快咧，我嚟到香港1年都冇，半年已經係買樓啦。咁啊，供樓住24小時之中，起碼超過有1半時間係去做嘢嘅。幾十年，佢真係對呢個家咧好盡責。點盡責揾錢？佢揾10蚊，佢可以俾8蚊你，佢自己只係攞翻2蚊係使用啫。咁佢真係好顧家。咁雖然自一路到而家為止，都係照顧，甚至陪伴佢行到人生終點，我都感謝佢啫。如果一路都好勤力，甚至佢患咗病，嗰個病情穩定啦，佢都走出去揾工去送外賣，好叻啊！真係我覺得。以前幾十年啊，年年都坐飛機出外嘅，一家3口即係周遊世界。我哋去歐洲，淨係去歐洲都去過5、6次。咁嘅都覺得人生都無憾嘅，起碼有見識。望清楚咧，呢一個咧同你一齊咗大半世嘅女人有幾靚啊？好唔好啊？多謝你咯，咁樣當家，多謝啊咪又去買餸啊、煮飯啊、洗衫嗰啲咯。我都多謝你幾十年以嚟照顧頭家，好撲心撲命去揾錢，使我哋嘅生活過得
好安穩，嗯我所中意使咩錢，要買乜嘢，你都任由我發揮，任由我使嘅。多謝你咁多年嚟包容我。